世界棒垒球总会上新的排名，台湾是因为摕到世界12强的冠军，排名是世界第2。为了培养新一代球员，有运动牌组是特别举办青棒精英训练营，请王建民、郑宗铁加陈碧玉来做教练，传承经验。现在是跑很快的打者哦。快！一垒也是二垒有人，对投手来的滚地球要安怎守备？青棒精英训练营的投手爱接受教练王建民、陈碧玉的考验。我相信他们在母队一定是都训练很多嘛，然后可能枯燥乏味的练习，然后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事，所以跟投手教练这边讨论，就是希望在这里可以让他们开心，然后也是带一些专业的东西给他们。透过竞赛甲实践的体验，让投手掌握守备的观念，而且王建民阁一位一位甲投手的动作。你要怎么踩往人家过去，力量让他往斜下冲？我觉得他在投球上的那个感觉就是比较好，然后加上他教的东西也是非常多。享受当下吧，因为就才一次而已。所以就把握这个机会。伫美职海盗队小联盟系统打拼的陈碧玉讲，2016年到2019年连续4年，伊拢是训练营的选手。今年正做教练，对伊来讲嘛是一种激励。我知道来这里的球员很有机会，毕业之后都可以成为职业球员，所以希望把我中间学到的东西，然后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之后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有办法自己解决。台湾摕到世界12强的冠军，陈碧玉讲真欢喜，嘛真感动，也让全世界知影台湾的棒球真厉害。面对明年2月经典赛的资格赛，目前无确定的因素也有真多，就是甲家己准备好，若准正式有需要，就会尽一份力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